结合健康生活、社会关怀甲自然体验的大塘公益路跑已经迈入第10档，在2月6号将伫柳营尖沙边度假村举行。今年路跑以健康路上大塘同行作为主题，展现因一路用路跑作为公益、环保社会企业责任。市长黄伟哲嘛半工到场支持，呼吁更较侪人拢来报名。在台南举办公益路跑，事实上不仅是彰显这个台南是一个健康城市，也彰显台糖是一个健康重视公益的企业。因此呢，我们非常城市台南市非常愿意而且全力来配合，也呼吁所有的爱好路跑的好朋友以及市民朋友们来踊跃参与。而且中间有好几个组别哈，你可以衡量自己的能力跟这个跑的这个实力来参加不同的组别。今年路跑延续过去21公里、11公里以及3公里的3组赛程，所有参赛者拢当得到纪念 T 恤、专属的纪念奖牌以及超有签名的汽水面巾等好礼。同时按照往例，为每一位完成报名的参赛者捐出共计绍50块的大糖物资，支持在地弱势以及长期照顾服务的力量。台糖从103年开始办理路跑，那今年已经要办第10届了啊。那我们除了要推广我们的健康休闲，还有我们糖业文化的观光旅游之外，最主要的我们是每年的这个活动都会有邀请这个公益团体来跟我们合作啊。也就是说，民众只要完成了报名，我们都会捐出这个这个台糖同价50元等值的这个产品啊，来这个捐赠给这个受赠的单位啊，来传达我们台糖公司这个善意，然后也善尽我们的这个企业社会责任。为了宣传这摆公益路跑，大糖嘛邀请视众朋友来演出，希望在走出健康活力的同时，嘛用温馨感动来传播公益精神。台南新闻军事采访报道。